S 家最新合照曝光，具俊曄潮水暴瘦網看哭，認不出歐巴。江怡傑綜合報導，今年母親節11正逢女星大 S 徐熙媛逝世100日。為了讓 S 媽黃春梅趕緊振作起來，小 S 徐熙娣近日也發起悼念活動，邀請星友們發文思念大 S， 而許雅君 Mike 也向一平新聞網透露，前10日晚間已由他作東，邀請 S 家人齊聚帝寶豪宅度過母親節並拍下溫馨合照。怎料畫面中的具俊曄竟暴瘦到第一眼很難被認出，憔悴模樣惹人心痛。S 媽作11日表示，今年母親節令她十分心痛，具俊曄也因極度思念大 S 而日益消瘦。不過還好有許雅君貼心的安排，且她還有2位孝順的女兒，其中小 S 更是特地請同事做了一段大 S 的 I 影片，只因她說了一句，我好想再聽一次珊珊祝我母親節快樂。不僅如此，許多藝人和民眾朋友也都一起思念着大 S， 甚至還給了那麼多祝福。這讓 S 媽感動直呼，我真的很感謝大家，我一定要堅強起來，也許不是立刻，但我相信慢慢的，我會越來越好。至於 S 家這場母親節聚會，今年包括小 S、許雅君、小 S 二女兒 Lily、小 S 婆婆黃秀珍、具俊曄、大子徐熙嫻、大子兒子等成員都出席了，且 S 媽還特別打扮，開心捧着一大束玫瑰花，心情似乎也好了一些。不過，透過 S 媽曬出的家庭合照可見，站在角落的具俊曄一身黑衣搭配黑帽及黑眼鏡，整個人身形明顯削瘦不少，看起來相當憔悴，跳脫其以往總是身強體健且有活力的形象，第一眼實在是很難讓人認出他。除了安慰 S 媽外，網友也留言不捨具俊曄，看到歐巴我哭了，好瘦啊！歐巴瘦太多了啦，心疼，請韓國姐夫也要保重啊！歐巴，心疼死了。歐巴像詩句裏面的對酒當歌，強樂還無味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請好好保重身體，心疼歐巴，嗚嗚，他好瘦。